大家好，今次我哋參加咗去台山康橋溫泉2日1夜嘅旅行團，9點半左右由深圳灣口岸出發，2個鐘頭之後到達服務區，再坐多1個鐘嘅車程就到咗食午飯嘅地方啦。食完個晏之後，我哋繼續前往溫泉，大約3點左右，我哋就到達咗台山康橋溫泉。酒店有提供拖鞋、礦泉水、浸浴藥包等。
夜晚6點，我哋去酒店餐廳名泉居食晚飯。食完晚飯，休息咗一陣之後，我哋就坐電瓶車去溫泉區浸溫泉。一覺醒嚟第二日，大家一齊嚟欣賞下清晨嘅陽光同葉上嘅露珠。早上9點，我哋去明泉閣食自助早餐，呢度有即做嘅腸粉。中午12點左右，我哋去食招牌黃鱔飯。1點半左右，我哋嚟到鳳儀里睇碉樓，入面有幾間特產店。2點離開鳳儀里，啟程返深圳解散。多謝收睇。